罗密达县站的头家赵庆新亡，警方锁定伫庙里的温泉饭店做总部师一个41岁姓林的嫌犯。当时嫌犯穿一个开线，有可能往台中太平山区的仙女水墙，也是往南投国城方向逃走。因为这个山有够宽，警方这几个人的员工是拢无暝无日去找人，佮出动空中点啊机力勘察地形。有关境超山的时候，虎头帮定着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警察拍开山顶公寮的大门，拢要去找人。公寮内底每一个所在拢找，天步嘛拢啊真足超过，毋过拢无人。警察无放弃，沿山路继续找。因当伫咧找是24号伫咧台中潭子火车头附近，敢若开枪断死罗维达姓詹头家41岁姓林嫌犯。警察调查，伊共断死了后，敢若走位太平山区的仙女水墙，或者是南投国城方向走去。毋过因为太平山区受过空旷，警察这几天无眠无日伫咧山顶找人，佮用空翼机调查地形。警察伫咧山顶找时阵，叫虎头帮顶。警察较接拼几若回叫虎头帮顶着伤的所在，加在经处理空脆，无性命危险。期间远警被算出了虎头蜂攻击蛰伤，所幸救治后已无大碍。目前不排除犯前逃离山区，本分局将扩大缉凶，持续动员台中市刑大、监视中心、太平分局、本分局及中打、霹雳维安警力等单位。警察为25号开始，逐工派警察和民间搜救单位超过60个人，佮出动空翼机和搜救狗仔。即摆还未找到人，调路口的监视器，嘛无看到姓林嫌犯有落山，所以研判伊人佮秘伫咧山顶。警察继续找，讲希望会当紧找到姓林嫌犯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